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5拜5嘅客家清新闻，我系陈彦祖。当日嘅早晨9点半，客家清新闻都会伫明路巷带来了解有关武汉肺炎疫情嘅相关消息。嘅近边呢就会拜5嘅，我都天公呢就如何了诶，伫病了以前呢，啲鸦片有咧天使之心，我同大家来分享。最讲呢，廿几年其实天使呢都系热发发个，从喺近边全台湾各地呢，单单呢都系从热头嘅好天使一啲高温，差唔多嚟到嘅32到35度边呢，真正系冻热咯。尤其呢，一啲紫外线指数都有可能到一啲嘅危险级。其上呢，乡亲朋友睇家出去嘅时间呢，都系记得呢，爱做好防晒，韩国爱驾驶得滚水，增加唔热度。好近边呢，佢另外唔但想系有关疫情呢，清醒消息，还有动到一嘅重要新闻呢，同大家来分享。最讲呢，一个5.2求职典礼，伫下礼拜就要来举行了。左边呢，行政院呢有进行的女工种植，跟有关呢清醒的女工人士会用的来变化咯。而家呢，确定呢系跟有关种系科技部，韩国有从文化部，然后呢，韩国有从QVP 主委，也有先前呢本地从嘅陈立群，也有副总都已经表示讲唔会继续来做下去嘅。接下来呢会慢人来节目，就媒体报道，从喺文化部总，清醒嘅文化部总，也系认为就系因本地嘅QVP 主委李云德系动有机会嘅。嘅本地呢，上喺QVP 主委呢，下来为慢人来接咯。也呢報紙嘅報道仲認為講，佢動有可能係亞下嘅QVP副主委用從政來變做一個主委哦。前主要呢就係講，先前呢有動到人士係認為講，伊個李雲德呢見啲亞嘅引起呢，其實佢喺三萬嚟推一個浪漫台三線，其實啲客家文化也部分呢係做到算係以後係有動好嘅成績。故所呢啲文化也部分，李雲德咪係動合適嘅現象。佢假使呢嘅報道呢係正確嘅下來呢，一個文化部長就係人哋QVP主委李雲德來接，佢有關呢差一從一條。嘅國家語言啊，韓國有將公共媒體法對大家呢同關心講，下來新嘅主委會用嘅來做，一部分呢還係為繼續來等相關嘅人事命令公布過後呢，將做得來確定呢，不過呢一下大家呢還係做得繼續來觀察。好，下來呢，另外來看到呢，就係有關疫情嘅清醒消息咧。最講呢，一下其實天地關於疫情近來近翻咯，近連登7日，喺台灣呢都係冇新增加確診案例，故所呢相關呢一條管制措施就係來並用了。最講呢，一個種法質碰呢，就係來一個本民眾入從民數呢，來開放到2300萬多。係講呢地度呢，未係做得呢來寫一個球場買嘅乘客一個東西，係講呢從一個高鐵啊、火車一部分，一下呢其實呢都係不准大家來食東西嘅，一下呢交通部咪結見啲研究討論外來並用嘅，下來呢就嚟看呢新聞報道。國內頭一擺年內清零模擬考試也係第32日，冇本土票地，全台灣總考試人數本係440例，有其他事冇。日前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講，為了大家休息、台表沙氣等安全，唔過還係會驚喜，還係會保持防止性生活。終於在第3次，我們終於到今天也突破到第7了哈，第7天哈，第7個0，好，那當然我們覺得很高興。那不過仍然不能掉以輕心了哈，我們是想越開放，但是還是要強調個人的防護哈，這個不能少。國內日前分田中華政協拉 Q 線前經濟期，為韓國多屆觀眾做的樂意看比賽，韓國開放人士為個做的橋下了了，指揮中心講相關審查這個通告，禮拜5顯示會並容易創意速度2300，不過強勢因為開放其他帶動是樂意是。飲食的部分，我們現在先開放的是由他們所準備的餐盒的方式，暫時先不開放個人攜帶零食進入的部分，那也同時也開放這個親子的部分，可以比較坐在附近。指揮中心提醒民眾，如果做好暑假維持韓國出界地方，出門係冇法度保持社交距離，也係湊合人推鐵高鐵嚟到台中人數空氣改下，都會帶嚟最惡麼。難為全市中亞空調防治工作當重要，聽眾會建立完整嘅公布防治體內，韓版係督導相關傳染病解之前，將做得有效對該類應對，記者綜合報道。
而家呢，關於以前遊客方呢，前歡喜喺萬年哦，應該呢就會考看野球一條運動球迷嘅。最講呢，現在因中法之碰呢，想係應對關於以前發生多件清早來解放嘅事樣。嗰種一部分呢係想係運動比賽係行多卡頭前嘅。而家呢，這批中心就進一步表示講，叫做相關針對打野球嘅相關嘅限制為來解放，啲民眾呢做嚟啲相關啲都是東西。唔過呢，一下呢民眾係呢做唔得去加帶東西，你會知道，清主要呢做嚟是啲東西，就係運動相關啲都買嘢場下，啲都呢會附一紮一個就近嘅名片本來收托個，韓國呢假使啊，你係規模抗議，從係親戚朋友，共下去看比賽，就做地呢老記安排做操強下嘅。那麼呢，針對一個醫療部分沒有新的措施來解封呢，就係指揮中心喺公布嘅快封像係頭去招呼偏封，喺做定呢本民眾去看親戚朋友哦。喺針對安呢部分呢，其實指揮中心佢先前呢喺啲5年初9嘅時節，就已經有針對家父偏封，還有要從晚年偏封喺快封民眾去看親戚朋友哦。而呢進一步快封呢，就係講一個頭去嘅招呼偏封，未做定呢本人去看呢，喺加上呢。因為做得去看100千度呢，係到嘅，千度係有1點鐘哦。那麼呢啲旅遊價部分呢，其實交通部一下呢，咩當地3萬啲規劃嘅，就係講一下5月底一個到6月底時節，5月節連續假期就會到嘅。故從呢清早時節呢，就係啲5月底時節就係來推出完善防疫旅遊業部分。希望呢來帶動觀光啊，韓國有理想呀，然後韓國有從傳統亞條產業，認真講先前有動到嘅亞條業者，受到疫情的影響，根本呢都冇買迎客嘅。尤其呢就係到嘅5月連續假期嘅時節，又有動到嘅亞條觀光產業，係受到1968暗用嘅影響，有時呢就係認真有動到景點，本人難驗一啲人潮見市嘅起度空，嗰種呢有動到民眾都唔敢去嘅，因為交通部門按上會推出防疫旅遊，一部分呢就先針對嘅1968地度嘅一條景點來先帶動一條民眾去改變老調，希望呢減輕佢哋疫情對業者影響。後生呢，我再個繼續來看強用係審法方面嘅消息。最講呢，認真一下呢，關於基建呢係頭一擺挑戰連登青年都冇新增加確診案例上係有成功嘅哦。嗰種呢一個防疫新審法，就一個指揮中心一步嘅見3萬啲傳統嘅防疫新審法都帶運用嚟做呢，嘅指揮中心陳時中佢啲拜6時節，就係去到嘅遼寧路嘅片有一件羅用翻嘅片，我來呢示範去使羅用翻去本大家看哦。咁意思呢就係講一個防疫新審法其實呢。就希望呢，大家呢用較強壯嘅態度來面對疫情。嘅假使呢傳統業者要做好清潔消毒啊，要本民眾，希望民眾呢為大嘴咩啊，為量體溫。係我哋嘅胃呢，為用梅花草我嚟控制啲幅度嘅人數高後，其實呢大家呢係做嚟較強壯嘅，係做嚟出去留料，大部分呢都冇問題。假使呢親戚朋友為強下示範，大部分呢咪係冇問題嘅。最講呢，前基本呢防疫要做到，大部分呢。大家為去留料啊，還係講為去內做相關嘅法通，就唔是案件中哦。好，也係有關審法解封嘅相關消息。然後呢，現在過來看到那個就係蘋果日報。蘋果日報呢，同樣係帶大家呢來關心到，啥來呢？一個解封到底為樣嘅來解封咯。就係呢，一個先前啊，就係延伸睇。講一個群體感染，故此呢，從遊樂園當時政府喺宣布呢，希望呢人數呢會減少到1半哦。一下呢未開始我來表揚嘅，然後呢做啲本體假期到遊樂園嘅人數係對50%提高到80%。認真講，廿個疫情卡分呢，故此呢其實大家出去留了就卡冇。他唔是案件中嘅，唔過呢一下呢，其實相關嘅措施來表揚過後，大家呢請限期為注意嘅，就係講民眾嘅信心要恢復嘛。最講呢，真假使民眾限期講動靜嘅疫情唔敢出去留了，其實呢一條相關嘅政府期待同嘅效果限期有限條哦。故此呢，其實政府呢指揮中心係認同一條相關嘅業者講哦，最講業者一部分設計豐富措施我來做好來，故此呢。下來呢，假使講我來解放，還係愛開放民眾繼續去消費，一部分呢都做啲卡價嘅老機來帶動起來喲。
因上呢，这个未来看到係國際方面嘅消息。主要講呢，一個世界衛生大會呢 （WHO 大會呢）第4大嘅研究會舉行嘅，就會國家實驗就會來舉行嘅。到今呢，台灣還係冇收到一個相關嘅主辦單位寄來嘅邀請函。嗰種呢，台灣今年敢有辦法用觀察員嘅身份來參加世界衛生大會冇？也呢其實都係唔啲哦。唔過呢，美國嘅第一步嘅就希望來同台灣聽爭取，希望呢台灣就來參加28嘅 WHO 大會，未同人哋友邦。韓國有世界各國來聯絡，希望呢，我來推台灣發生。詳細情形來看 NA 新聞報道。就算台灣嘅疫情防控成績當好，唔過18日愛召開嘅世界衛生大會視訊會議，台灣還係冇得到邀請。那位台灣友邦除了列為觀察員嘅梵蒂岡之外，其他做下完成提案，支持台灣用觀察員身份參加世界衛生大會。最新接獲聖文森，他已經完成了提案的這個相關的這個程序，我們的友邦呢能夠提案的都已經完成提案了，所以今年可謂是全壘打。唔單止友邦支持。還有206屆歐洲議會同德國國會議員聯名致函本歐盟嘅會員國衛生部長，呼籲世界衛生組織邀請台灣嘅衛生福利部長陳時中來參加。我們希望 WHO 能夠傾聽這些來自歐洲各地的龐大民意的聲量，而不是被某個會員國任意的政治操作。WHO 総会への台湾のオブザーバー参加、一貫して支持をしてきているわけであります。こういう観点からですね、率直に言って中国の問題あるんですよ。どうやってですねやっていくかということは工夫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けれど、できるだけ台湾がですねオブザーバーとして参加できるように努力をしてみ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日本外務大臣苗木文雄指出，台灣無法度參加世界衛生大會，其中也有中國嘅因素。另外，美國國務院係反駁 WHO 目前邀請台灣嘅講法，表示台灣從2009年到2016年是得到世衛秘書長嘅邀請，用觀察員身份出席，支持台灣用觀察員身份參加 WHO。唔單止美國、加拿大、紐約、澳洲同日本都表態支持台灣。雖然這一次我們覺得不見得一定會有成果，但是我們看到套一句大家以前喜歡講的，就是說已經起風了哈，世界已經起風了，大家都幫我們在努力，那我們自己要更努力。衛生福利部長陳時中打拍講，冇聽錯實際有成果，唔過各國努力聽少，係呢次嘅有確實盲掉。但係之前提過，台灣委託世界衛生大會期間，自家安排線上會議。但是目前規劃參加國家嚟到內容，暫時先冇公布。記者綜合報道。其實呢，台灣啲28嘅防疫表現呢，大家呢都有看到，因為真係係非常嘅大熱哦。就有人講呢，台灣真係係一個國際性啊防疫嘅模範生。就因真台灣嘅防疫真係做到咁好，故所呢就有同多國家，尤其係美國鴉片，都希望呢同台灣聽爭取來參加 WHO 嘅相關會議。第5月初6嘅時節。其實呢，美國嘅國務卿蓬佩奧佢就有公開表示講支持台灣來參加 WHO。到喺5月初6嘅時節，美國嘅片就有進一步嘅行動哦。最講美國嘅參議院同眾議院兩個外委會兩週呢都有發公文本55個國家嘅政府，呼籲呢一個世界各國呢來支持台灣參加 WHO。到喺5月初10嘅時節，美國呢韓國有啲日本相關國家帶領下，像加拿大啊、美國啦、法國、韓國有從德國亞洲國家都有呢希望呢提出相關的呼籲，希望呢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衛生大會呢愛來接觸台灣參加28會議哦。不過也期間呢，其實世界衛生大會亞洲呢都冇做出相關的回應。到喺5月13日時節。從係新聞上一條喺台灣14個友邦呢，就有發公文，直接發公文去本世界衛生組織的秘書長譚德塞，希望呢來正式提案呼籲呢，也條愛來邀請台灣參加28會議。不過譚德塞針對暗用嘅行動呢，其實也條係動見哦。其中因為講，佢同台下呢就表示講，一個世界衛生組織的會議其實呢係無權利來邀請台灣參加相關的會議。佢針對暗用講法，其實呢仲係美國的國務院就有針對暗用嘅講法報道轉譯。佢今呢就有講到，從係2009年韓國有2016年嘅時節，佢用是呢世界衛生組織的秘書長呢。
呢都有邀請台灣用觀察員的身份來參加會議。其中有啲係講都係2016年民進黨政府上台過後，受到中國的壓力，故說台灣真冇辦法來繼續參加28屆世界衛生大會。24年台灣其實呢都一直呢都不能排除啲世界衛生大會以外，都係28台灣敢真正有機會來參加28會議。其實呢也係有同認為講，也係可能性還係動態嘅，驗證中國的影響力還算係真正動態。喺台灣運用嘅來突破安用嘅外交困境哦。故說有研究認為講，一般呢驗證台灣受到安多國家支持，故說呢還係有可能喺世界上有同多國家會用私信會議嘅方式，本台灣來發生，亦係同台灣來進行自家外部嘅會議加小型嘅會議，希望呢就係講台灣做啲分享28嘅防疫經驗哦。好，也係有關一個 WHO 就係講國際方面嘅最新消息。喺以上呢，就係準備同大家嚟整理有關疫情嘅最新重點。相信朋友都會下晝2點時間繼續來收看我哋客家新新聞同大家帶來嘅國內最新疫情發展。客家新新聞，客家 Live， 本唔清醒嘅疫情資訊。我係陳彥祖，我係李玲。當日早晨對報紙頭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最新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Apple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新新聞。